衛星場一執嘅話，新口岸嘅鋪位咧就即刻淪陷㗎啦。大家好啊，先上工商鋪。衛星場結業咧係最近澳門好熱門嘅地產話題啊，因為一結業咧對新口岸財神到置地一帶嘅鋪位將會係毀滅性打擊。咁今集咧會同大家討論分析一下，如果年底真係結業嘅話咧，附近鋪位價值變動嘅估計嚇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以財神為中心咧畫3條線先，分開左中右3個區，然後先講評估，再講分析啊。如果衛星場結業咧，我哋估計左邊咧會係絕對重災區啦，估計即時暴跌1半以上；而中間咧會係影響較輕嘅區，估計咧跌2成到4成；而右邊咧會係幸運區，大機率咧佢唔會跌嘅，仲會升添。咁而家帶大家落場由右到左咧做一個鋪位探熱啊。而家呢一度咧就係我啱啱講嘅右邊嘅位置啊，由新建業商業中心呢一條直路一路落去呢一條街，因為對正舊葡京咧，而大家睇到舊葡京今次斥巨資啊大裝修，估計會吸納一定數量收翻嘅賭台啊，同埋大機會咧會打開向新建業方向嘅大門，係通向娛樂場嘅。如果照呢個方向下行咧，呢條街就肯定會更加旺啦。咁加上左邊區域一啲做唔掂嘅商戶，唔排除想繼續做，就要移去呢一條街。需求增加嘅情況下，租金咧自然就上升噶啦。而喺而家呢條街嘅主力面積咧，大概係300尺到800尺不等啦。每個月租金嘅水平咧，就大概係5萬蚊到15萬不等。衛星場結業後咧，估計租值係會上升嘅。好啦，第二個區咧就係中間呢個區，即係呢一條街。咁由於佢位置仲係比較近舊葡京啦，咁中間仲係有一條人行通道係連通咧星際嗰邊嘅賭客嘅，再加上附近比較多嘅酒樓同埋桑拿，所以咧估計怡安閣同埋怡景閣呢2個屋苑向財神方向嘅鋪位咧，仲係有一定嘅戰鬥力嘅。而主力鋪位面積係200尺到800尺左右啦，平均每個月嘅租金大概係5萬到25萬左右。如果衛星場結業，估計跌幅係2到4成。咁最後去到左邊嘅區域，亦都係最毀滅性嘅區域啊！佔全區鋪位嘅體量仲係最多嘅，係7成有多。主力嘅面積咧係200尺到500尺不等，平均嘅租金每個月咧係8萬到18萬不等。咁如果衛星場結業啊，估計呢一個區嘅價值最少下挫5成或者以上，特別係過咗怡安閣同埋怡景閣嘅鋪位咧，價值估計會無限接近利澳附近而家嘅鋪位嘅價值同埋業態。其實政府都係針對衛星場嘅影響咧，有做一啲報道同聲明㗎嚇。但係我哋聽咗咧，覺得都係未客觀反映到衛星場而家嗰個情況嘅。因為咧喺澳日6月9號嘅資料啊，政府講咗幾樣嘢。第一，衛星場對賭收係冇咩影響。咁個理據咧就係話衛星場嘅賭收佔澳門博彩賭收咧個比例好低，至於幾低咧就冇披露啊。咁喺同日咧，反為香港有媒體披露咧係佔4.5到5%。咁唔知呢個數據係咪100%準確啊？總之個比例就唔高。咁賭台其實佢冇減少啊，就係喺場主嗰度去翻博企手上啫。所以冇減少嘅情況下，賭收理論上咧就係唔會受太大影響。咁呢樣嘢係啱嘅。但係第二樣咧就未必啱咯。第二樣佢係話衛星場嘅借貸不足1%，係冇系統性風險嘅。咁呢一個方法咧，我哋就唔係好同意啊，因為太過輕描淡寫啦。首先咧，1% 嘅壞賬對於澳門嚟講係咪冇系統性風險咧？其實澳門嘅壞賬比率咧係根據銀行指引係去到5% 以上咧，已經叫金融危機級別啦。咁所以咧1% 咧其實就係好多嘅。另外呢1%相信冇計算到衛星場如果執咗咧，附近商鋪有機會出現嘅壞賬嘅比例嚇，而且咧亦都冇計到槓桿嘅威力。正如市場放水，例如市場放水咁計啦，每1蚊嘅放水帶動嘅效益，流轉1週咧可能帶動到10蚊8蚊嘅效益啦。咁 call loan 一樣嘅啫。當市場上向下動盪嘅話咧，每一筆 call loan可能都會引起一定槓桿數量嘅連鎖反應啦。咁所以咧，只可以講而家報道係未客觀反映到今次衛星場呢個嚴重嘅程度啊。所以咧，客觀事實嚟講咧，當衛星場結業咧，對澳門特別呢一區嘅經濟咧係一個絕對好重嘅重擊啊，亦都會引起一系列嘅 call loan 同埋壞賬嘅。所以簡單嚟講咧，衛星場結業咧對市場咧係一個重擊啦，亦都係成個社會關心嘅大事啦，影響甚廣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你覺得衛星場會如何影響市場呢？歡迎留言討論啦。